灣仔發生罕見工業意外，造成1死3傷。現場係鴻興道同運盛道交界一個土木工程拓展處嘅地盤，屬於中環灣仔繞道灣仔東段，正進行海底排污渠接駁工程。意外發生之後，地盤全面停工，大批消防同警方人員到場調查。事發喺星期一晏晝4點幾，一個50歲嘅工人獨自進入地盤5米嘅地底，為新舊渠管進行接駁，並且為橡膠氣喉充氣，堵塞渠口，以防海水湧入，並且騰出大約10米長嘅空間進行燒焊工程。但係期間氣球突然爆破，釋出巨大嘅氣流，個工人隨即慘變空中飛人，被彈開幾米，懷疑頭部撞及硬物暈倒。之後海水亦都隨即湧入，個工人不幸被海水浸死。意外發生嘅時候，地面3個工人驚聞爆炸聲，立即報警並且落地底救人，但係懷疑環境惡劣，加上有海水倒灌，3人全部受傷，其中一個尼日利亞裔嘅工人傷勢嚴重要送院。今次出事嘅地盤工程原定於舊年年底完工，但係竣工日期最終延至今個禮拜2。不過土木工程拓展處就強調，新渠早已經做好，事件並唔涉及趕工。我哋唔存在趕工呢個問題。其實咧，呢個係我哋係預計之中，我哋唔會因為趕工而係忽略個安全嘅。土木工程拓展處正聯同勞工處調查意外原因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